校創校35週年嘅大日子，校方以傳承、躍進、學新為主題。校慶壓軸項目係今日舉行嘅讓我閃耀在天觀35週年校慶綜藝匯演。在此，我代表全體師生向各位致以最誠意嘅謝意。35年嚟，天觀秉承好學力勤嘅校訓，喺天水圍呢片嘅土地上默默耕耘，為社會培育一批又一批嘅優秀人才。我深信喺全體師生嘅共同努力之下，喺社會各界嘅大力支持之下，天觀嘅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。3、2、1，讓我哋以最熱烈嘅掌聲祝賀天觀35歲生日快樂，亦都預祝跟住落嚟嘅綜藝匯演可以圓滿成功。像太陽的唇，今後航向人生的海洋上，我們要乘風破浪。此刻有太多的感想，堅持一句謝謝說得完，種真相在心上，一輩子收藏。閃爍，我像繁星一一照着，沉默過，燃亮我，任憑那個再看不起我，是如幕閃爍的燈光，照亮了心中的盼望。如果明天仍可請你記住我。就寧願話做世踏上萬里渡過1年，如時鐘退後了遠，我沒有失去夢和想，像怕有跡可尋，呼喊着你的身影。這校園，這班房，這走廊，這禮堂，告別時是我心的家鄉。到未來那一方，人漂泊路茫茫，仍然在這裏找到一點點光。時光可變，世界可變，人情亦許多都變遷，有共情不變，那種真找不到缺點。What?